日前有诈骗集团欺骗艺人唐爱珍，希望伊会当协助办案。诈团利用伊的善良内在，将人性的优点变成突破点，骗走伊将近100万的金额。诈骗手法不断更新，为了减少寡这民众受骗，艺人唐爱珍伫查某囝欧阳靖的陪同下，做伙现身宣传轰炸。跟假检察官、假警官，那么连续通话了大概1个半月。那每一次的通话，我都是面写笔记，写笔记。那我后来就回溯起来，我才去整理到了这么多的脉络。那么我必须要说，一个人你真的没有办法同时面对这么一群有过专业训练的诈骗集团，他们在围攻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抵抗，除非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妈妈回到家跟我讲，她被诈骗的这个一开始的经过，她只讲了第1句话，我就头皮发麻，因为我就回她说：“你难道不知道协助办案是诈骗吗？”不知道。对。然后我真的头皮发麻。之后，她去问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也不知道协助办案是诈骗90%都说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资讯落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身为一般人，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的就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去跟你的家人、去跟你的朋友去讲你接收到的资讯。记者会上，市长王伟泰也邀请唐爱珍、欧阳靖担任台南市防诈大赛，协助反诈。王伟泰表示，防诈除了要用来警察机关辛劳，更感谢第一线银行行员、邮局人员以及超商店员等等。在第一线的银行的行员、邮局的柜员、农会的柜员、超商的店员，我们也都是全面的来对于可能他们根据他们的判断，可能会是诈骗受害者的要汇款来进行拦阻。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你超商店员忙得要死，他来买个游戏点数他就买了，他也不需要他也不需要特别去注意这个人，然后来把他拦阻起来。银行的行员每天业务那么多，尤其快到年关的时候，汇款的件数那么多，他怎么有这个时间去特别关注这个汇款者的眼神，甚至他的这个态度，甚至他的神色有没有慌张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们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甚至于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不一定有这个意愿。但是社会上就是欠缺给薄的啦。警政署伫165专门防骗网，也建立了打诈仪表板，提供民众查询诈骗案件以及手法，提升大众的警觉。警政署165的全民防骗网里面有建置一个打诈仪表板。那这个仪表板呢，我们所有的民众呢，都可以到这个仪表板去浏览以及查询，包括全国以及各直辖市，还有各县市每天受理一些诈骗的一个总件数，还有财损的一个总金额。那还有包括目前呢，在全国呢所高发的不当案类都有，另外还有各个相关的一个案例都让所有全国的民众都能够了解所有周遭发生的一个诈骗案件。台南市警察局地检署市调处以及金城银行23日共同签署反诈骗专案合作意向书，联合积极面向，展现打击金融犯罪决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